其實好多人一開始修行呢，就好容易犯一個慈悲病啊！睇到邊個迷茫就好想指點下佢，睇到邊個活得好痛苦喎，就想即刻去拉佢一把。然之後呢，你發現結果呢，人哋根本就唔想醒，而係你自己反而內耗。有一句笑話呢，講得好透，唔請唔講，唔求唔到，呢個唔係冷漠啊，叫慈悲有道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5個關鍵點。第一，你急係你痛了，唔係佢痛。好多時候你忍唔住想去教人，唔係因為你真係有能力去導人，而係佢嘅問題啱啱中咗你心裏邊嗰條刺。你越焦慮，其實你越冇睇清楚你自己嘅業力。修行唔係為咗改變別人，係先看見自己。第二點，人哋嘅課題你代替唔到，好多人根本就唔想醒。你一急去拉，唔係被拉走嗰個人被救咗，而係你都被拖埋入咗嗰個業力嘅坑。對方冇意識到嘅問題，你所有嘅幫助對佢嚟講都係干擾。第三呢，就係想真正咁導人，你先自己要活出答案。說破不如做透，你自己活得通透明白嘅時候，行出嚟，你嘅能量場自帶答案。就算你乜嘢都唔講，對方都會感受到嗰啲先至叫真正嘅以心去導人。當你想去喚醒邊個嘅時候，你先問下你自己：我真係準備好了嗎？我真係有嗰份純粹嘅慈悲，而唔係喺度滿足緊我自己嘅執念嗎？你回到自己，收嘅係心，看清業力，化嘅係根，嗰啲先至又叫導人同埋導己嘅雙贏之道。因為並唔係每一盞燈都應該由你嚟點，亦都唔係每一個靈魂都需要你去喚醒。其實修到最後，你會明白最深嘅慈悲其實係尊重別人嘅生命，冇急住導人，先將自己活得通透明白再講。如果你願意，歡迎同我哋一齊嚟修行修心。